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1月1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5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属灵。万事拢有定期，但是有真侪人袂当接受，也无愿意相信。也有太侪人真爱问讲为什么？为什么就爱安尼？为什么袂当讲无爱？无论你怎样解说，安尼人总是有通继续问为什么？坦白讲，牧师认为无需要去解释啦吼，因为一个人若总有圣神的智慧，差不多小可点一个，伊就会当通，就会当明白。但是有个人总是用家己的角度坚持看法，怎样去说明拢无路用，因为因只有放焦点伫家己的想法。坦白讲，若是无有圣神的同在，真侪代志咱无法度了解。所罗门王伊传道书嘛是因为年纪渐渐大，然后才开始来讲这个人生的大道理。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5节，所罗门王安尼讲：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事事拢有伊的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所栽种的有时，抬有时，移好有时，拆毁有时，起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伤有时，跳舞有时，同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，憔悴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存有时，放杀有时，疼有时，报有时，静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，听有时，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做工的人对伊所劳碌打拼的得到是甚物？我有看见上帝互世间人陪同大，互因袂当轻盈。上帝互伊所做的一切下因的时，拢真好。佮将永远这个观念下伫人的心。毋过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，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得上好是快乐，佮有做好事。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打拼得到的，伫伊一切所劳碌来享福，这嘛是上帝所赏赐。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，拢会留到永远，袂加添，袂减少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。现在有的以前已经有，将来要有的早就已经有。过去的代志，上帝嘛会搁互伊来发生。前几天咱也拢一直咧讨论这个主题。人若离开上帝，就无法度得到智慧，就袂当明白上帝的真理。若是将生命来当作空虚，也无有意义。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人，都爱追求圣神，因为有圣神的同在，才会当明白属天的代志、属天的智慧。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到16节，保罗安尼讲：只有人家己内面的神，才通知家己的事。亲像安尼，只有上帝的神，才会通知上帝的事。咱领受的毋是世间的神，是对上帝来的神，要互咱知上帝赐予咱的恩赐。所以，阮对属灵的人解说圣神的事，毋是用人所教的智慧，是用圣神所教的话。属血气的袂当领受上帝的神来的恩赐。
这个文字对伊来讲是有戆的，无法度了解，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通领悟。属圣性的人会晓得判断万事，不过伊本身的事，无人会当甲伊判断。圣经有记载，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，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。毋过，咱有基督的心意，愿咱拢有属灵的生命，互咱会通明白天顶的奥妙，用属灵的生命态度来彼此对待。诗篇29篇，天界大灵的正今日啊，着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宽平归互伊，着归互伊，着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互伊，着存圣洁的心敬拜上帝。上主的声伫水面底响，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。上主临在伫海洋的顶面，上主的声有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击北向树，上主拍碎黎巴嫩的北向树，伊互黎巴嫩跳跳亲像牛仔囝，互叶文山跳跳亲像野牛仔囝。上主的声互死那闪逝。上主的声，互旷野摇动；上主互加体属的旷野大震动；上主的声，互落母着惊生产；互树拿的树叶落甲空空。所有伫伊殿内的人，拢话讲荣光归上主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的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快乐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愿上帝赏赐圣神甲咱同在，互咱不但有圣神的快乐，有属天的智慧甲眼光，会通明白彻头来万事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